真正有够台。中秋节过啊，烘肉 party 食了几啊摊，你的巴肚嘿嘿嘿嘿嘿嘿嘿，刚好变大箍啊！所以大箍到底要安怎写呢？烤，这个字台语念做烤，就是你咧食饼啊，安尼烤的声音。箍，这个字念做箍。就是算钱1箍、2箍、3箍的箍，嘛是物件食了伤济变大箍的箍。另外，大箍还有一个意思真趣味，箍会当起来算钱，所以算钱时阵，箍还会分做大箍甲小箍。大箍就是少济钱的10000箍，小箍就是真少的1箍。来，对我念一摆。大箍，大家千万爱记哦。